创世纪第37章，约瑟甲伊的兄弟。雅各徛起伫伊的老爸寄居的迦南地，下面是雅各的家庭的记事。约瑟17岁时，甲伊的兄哥做伙去雇羊。伊是一个少年人，常常甲伊老爸的细姨pir拉甲色拍的囝斗骹手。约瑟为将兄哥的歹品行甲因老爸报告。伫所有的囝中间，雅各上疼约瑟，因为约瑟是伊年老的时生的。伊甲约瑟做一领长枪的外袍。约瑟的兄哥看到因老爸较疼约瑟，就怨妒伊，无要甲伊好好啊讲话。约瑟梦见一个梦，甲伊遐兄哥讲，因就搁较怨妒伊。约瑟甲因讲，请恁听我讲，我梦到啥物？咱伫园里下未困，忽然我下的未困起来徛地，恁下的为得拜我的未困。伊的兄哥应伊讲，你兼真正要做阮的王，真正要管阮。因就因为伊的梦甲伊的话，搁较怨妒伊。后来约瑟搁梦到一个梦，搁甲伊的兄哥讲，恁看，我搁梦到一个梦，日头、月亮甲12粒星拢在甲我拜。约瑟将这个梦甲伊的老爸甲兄哥讲，伊的老爸就甲伊责备，讲你乌白梦，兼讲我甲恁老母、恁兄弟仔拢要拍败你。伊的兄哥拢怨妒伊，伊的老爸将这个事记伫心内。约瑟受卖去埃及。约瑟的兄哥去示剑饲因老爸的羊。雅各甲约瑟讲，恁兄哥伫示剑饲羊，你来，我想要叫你去因遐。伊应讲，好，我来去。雅各甲伊讲，你去看恁兄哥有平安，羊群有好势啊无，倒来甲我讲。雅各就伫希伯伦山谷送伊出发，伊就去到示剑。有人看到约瑟伫野地迷路，就问伊讲，你伫找啥物？伊讲，我伫找我的兄哥，请甲我讲，因伫倒位伫饲羊。迄个人甲伊讲，因已经离开遮，因为我有听到因伫讲，咱来去倒等。约瑟就入去找因兄哥，伫倒等找着因。因伫远远看到约瑟，伊也未到因遐，因就计谋要害死伊。因互相讲，看咧，迄个做梦的来啦，互来甲刣死，甲伊迄点起呢，讲伊互野兽食去，咱才看伊的梦将来安怎。路边听到想要救约瑟，就讲，咱毋通害伊的性命。路边阁甲因讲，毋通互伊流血，咱通甲伊歇伫即个旷野的起呢，毋通伤害伊。伊安尼讲，意思是要救约瑟脱离因的手，互伊倒去因老爸遐。约瑟到伊的兄哥遐，因随时帮伊穿地迄领长枪的外袍，甲伊掠地，迄落坑，迄个坑空空，内面无水。因坐伫食饼的时，举头看，看到一阵对基列来的以实玛利人的商队，因的骆驼载香料、乳香、木药要落去埃及。犹大对这兄弟讲，咱杀死咱小弟，暗砍咱的罪，有啥物利益？咱来甲伊卖互以实玛利人，毋通下手害伊，因为伊是咱的小弟，咱的骨肉。兄弟拢同意。遐个米甸的生理人对遐过时，约瑟的兄哥甲伊对起呢扭起来，用20个银将伊卖互以实玛利人。遐个人就带约瑟去埃及。路边倒转来坑遐，看到约瑟无伫内面，就拆离家己的衫，倒去伊的小弟遐，讲，少年的无去啊，
我咧，我要安怎？因就杀一只山羊公，将约瑟迄领外袍割开，派人摕迄领衫去因老爸遐讲：阮找着即领，请认看是毋是恁囝的外袍。雅各认着迄领衫，就讲：这是我的囝的外袍。约瑟一定互野兽食去，互野兽拆喙啦！雅各就拆离外衫，摇下抹布，为着伊的囝约瑟哀伤做日。伊的囝甲查某囝拢甲伊安慰，伊毋肯受安慰，讲：我宁可哀伤落去阴府，去我的囝遐。雅各为着约瑟啼哭。米甸人带约瑟去到埃及，将伊卖互法老的人臣侍卫长波提法。